時影到考生嘅褲袋入邊有歡迎收睇特別新聞報道，我係徐咗薇。教學樓高數考場啱啱發生挾持案，同事渣渣賢而家喺教學樓高數考場。渣賢，現場情況係點啊？唔該晒咗薇嘅，現場我哋可以睇到考生仍然在同老師對視中，已經超過咗2個鐘頭噶啦。考生曾經用筆刺向試卷，令到現場氣氛一度緊張。咁老師咧已經封鎖咗考場，並且疏散咗附近嘅學生嘅。安靜少少，我掛科㗎！喂，你唔試你啊？考試返宿舍啦！全世界人掛科㗎啦！但依家好似有小抄啊！講小抄型物體，你都唔知小抄邊科嘅？點啊？講之前係咪要先 check 下先啊？你咁樣彈單料出去，老師拉長人點辦啊？老師，你今日就係要打波，你大哥，我大波鞋，我買咗新波鞋，我通，你叫嚟嘅話，我唔小心擺佢嘅話，我就冇得打波，就係高數小抄，高數小抄物體。本台嘅同事影到考生嘅褲袋入邊有高數小抄。喂，去到度。你啊，一齊抄啊，一齊抄啊！現場準備，3秒剔你。咁我哋睇到咧，考生係準備攞個小抄出嚟㗎。你波爭完做咩啊？我小抄畫面啊嘛。一科嘅小抄。你睇咩啊？你都想抄咩？今日一齊抄啊！一齊抄啊！考生攞出高數小抄。你冇睇到啊嘛？考生攞出小抄，現場作弊。喂，啱及咗下，上面唔係高數題嚟嘅喎，似係體育小抄多啲，你哋 check 清楚先好講喎。一直更正，現場消息指考生帶錯小抄，呢一科冇作弊。屎！人抄人嘅世界你都理解唔到，人抄書嘅世界你更加唔會。揾個撞上班。